講高高低低。咁2026嘅波士頓馬拉松咧嘅參賽門檻又提高咗啦。咁相信唔少跑手咧都會望門輕嘆。咁我當然都係一份子啦。不過好彩，同樣叫 Boston 嘅 Boston 13咧，就依然係來者不拒。由呢個長跑初哥啦，到呢個資深嘅跑手咧都啱用嘅。而且經過咗300公里嘅港鞋實測之後啦，我就覺得其實今代 Boston 咧都有唔少改進咗嘅地方。今次嘅300公里實測啦，咁就由短至400米嘅 interval 啦，長到23公里嘅長課啦，以至10公里嘅 fartlek 啦，4-5K 嘅 tempo 啦，甚至乎練習前後嘅 warm up 同埋 cool down 都包括在內嘅。咁總體嚟講啦，我就覺得今代嘅 Boston 咧都貫徹到佢全天候多功能嘅系列定位，尤其是練 tempo 同埋練長課咧就最擅長嘅。不過咧，如果係練一啲1公里或者再短距離啲嘅 interval 咧，我就會推薦中底薄啲、觸地反應會快啲嘅 Adizero Adios 9啦。Boston 13其中一個重要嘅改動咧，就係佢中底上層嘅 Light Stripe Pull 咧，就多咗13.8%，集中喺中前掌啦，尤其是佢嘅外側位置。同上一代相比啦 ，Boston 12嘅中底下層由前到後咧，即係純白色嗰個位置咧，都係質地偏硬嘅 Light Stripe 嚟嘅。而 Boston 13嘅前掌外側咧，就已經俾 Light Stripe Pull 所取代咗啦。咁實測之下啦，我就發覺佢落地咧，其實係變軟咗嘅，緩震咧比上一代明顯咗，對長跑初哥嚟講咧會更加容易適應啦。咁我自己咧就喺長課嘅練習時咧，就覺得佢會更加舒服，更加容易幫我保持狀態。事關上層嘅 Light Stripe Pull 咧，佢注重緩震之餘咧，都有唔錯嘅回彈力，加上底層咧係偏硬嘅 Light Stripe 嚟到補充翻個穩定性。咁故此咧，Boston 13就算提升咗緩震力啦，但遠遠未去到踩屎嗰個級別，唔會話因為中底太腍啦，咁令你嘅 tempo 啊或者長課咧就變得嘥力嘅。另一個令我加分嘅改動咧，就係個鞋領嗰啲墊位咧就加厚咗嘅。咁鞋脷嘅頂部咧都有同樣嘅處理啦，咁令到咧可以令到你腳眼以下嘅位置咧就包得更加貼腳啦，正好解決咗咧 Boston 12佢鞋領位有少少離腳呢個毛病，而且鞋領、鞋脷以至中底嘅用料多咗咧，但係成對鞋咧係冇重到嘅，反而比上一代咧輕咗5 gram。咁鞋身仲有2個小嘅改動啦，咁就算唔顯眼，但係我覺得係幫到手，增加咗個穩定性嘅。首先就係連接呢個鞋脷同埋中底嗰件組件啦，就上一代冇乜彈性嘅一啲布條啦。今代咧就改用一啲有彈性嘅物料啦。除此之外啦 ，Boston 13咧佢仲好罕有咁啦，延長咗同鞋帶串連嗰個區域啊。就係由以前有1組鞋帶啦，到而家咧變咗就有2組鞋帶咧，都可以穿過嗰條鞋脷，令到嗰條鞋脷咧更加容易保持至中啦，減少左右移位嘅機會。所以鞋身表面雖然冇增加到組件啦，但係嗰個貼腳程度，尤其是個中足位置咧，就比上一代好嘅。咁我相信中足嘅剪裁稍稍收窄咗咧，都會係原因之一嚟嘅。咁鞋身貼腳咗啦，令跑手更加容易發力啦。對初學者嚟講咧，亦都可以增加佢落地時候嗰個安全感。咁外底方面啦，今代 Boston 都有大改動嘅。上一代嘅 Continental 物料咧就用少咗啦，咁就集中咗喺前掌嘅內側。咁咧，其餘部分咧就改用呢個 Light Traction。咁同另一對全新嘅 Boston 13比較咧，咁我呢對跑咗300公里嘅外底磨蝕度咧，其實都唔算明顯嘅。咁我相信仲可以跑多200公里，咁所以佢嘅耐用度咧其實就好高嘅。
同埋留意啦，今年夏季咧雨天係特別多嘅。我咧就已經至少有5次係落雨練習㗎啦，咁都係着呢對 Boston 13完成嘅。咁包括有喺運動場啦，有喺跑馬地啦，咁都未試過話有路滑啊、跣腳呢啲現象出現過嘅。咁佢嘅預戰能力咧係令人好放心嘅。喺尺寸方面啦，我就記得我着 Boston 12咧係要着細半號嘅。但係 Boston 13咧，我着翻 true size 就已經好 fit 好 OK 啦，而且個鞋頭空間咧就好夠嘅，咁就算跑超過20公里嘅長課咧，都唔覺得夾腳。而我嘅腳型咧係屬於比正常偏闊少少啫，就遠遠未去到2E 咁嘅程度。不過我有唔少朋友就講咧，就佢哋都要着大半號啊 Boston 13，咁所以我就建議大家都係落門試真呢個尺寸穩陣啦。總括嚟講啦 ，Boston 13喺緩震、舒適同埋耐用呢3方面咧都有好表現嘅，亦都延續咗佢泛用性高呢個傳統。咁日常嘅 Easy Run Recovery 都當然唔成問題啦。咁 Tempo 同埋長課咧更加發揮到佢嘅優勢。至於中底內藏嗰塊 Energy Wars 2.0咧，佢嘅前推作用就唔似 Adios Pro 4嗰塊咁澎湃，咁佢就溫和得多嘅。我就覺得喺穩定同埋抗扭嘅作用方面咧，佢就明顯好多啦。所以對功力尚淺或者全馬目標定於10科左右嘅跑手咧，其實可以將 Boston 13作為比賽鞋嘅。不過咧，有2類型嘅跑手咧，著 Boston 13前就要留意啦。其中一類就係扁平足嘅跑手啦，咁我都係其中之一啦。咁就為求輕量化咧，佢個中底嘅足弓呢個位置咧係刮空咗嘅。咁喺短距離嘅練習嘅時候咧，我都唔覺得有啲咩問題。但係我嗰次試23公里長課嘅時候咧，我就去到尾段咧，我就開始 feel 到咧佢係有啲承托力唔係好夠啦。咁如果要再跑更長嘅距離，甚至乎應付全馬嘅話咧，我就會建議最好換翻一塊相應嘅鞋墊。但係我自己咧就到而家都未揾到又薄身、足弓位又有承托嘅鞋墊嚟換。咁如果大家有推薦嘅話咧，就不妨都留言話我知啦。至於後掌先落地嘅跑手咧，可能都要再諗諗先啦。因為咧比較翻中底前後掌嘅 Light Strike 同埋 Light Strike 嘅比例啦，以及 Boston 13咧，佢嘅前後高低差只有6mm 嘅啫。咁睇得出啦 ，Boston 13咧係會比較適合中前掌落地嘅跑手嘅。咁以我自己個人嚟講啦，咁但凡20公里內嘅各種唔同形式嘅練習啦，Boston 13咧都會係我嘅熱門選擇之一嚟嘅。